中国海警船最近这几个月呢，一直来扰乱这外岛的海域。这次下晡呢，又有这海警船想要来到咱的东山海域，佮把这 AIS 系统关掉，想要试探台湾的做法。那海巡署是出动这巡河8号监控，双方对徛22点钟，一直到昨下晡3点呢，这中国海警船才来驶离开。呼叫中国海警船3102尽速离开我方水域。 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中国海警船前日下晡，和海巡查到伫东沙岛海域向南驶，根据伊的航向甲航速，研判就要进入咱的东沙管辖水域。就算先向无线电广播处理，毋过无得到回应，海巡署马上调派巡河8号向前。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 东沙指挥部前日下晡2点50分查到5点34分，巡河8号到回个广播处理。毋过尾仔6点10分，中国海警31控制线关船自动识别系统 AIS， 一直到暗时7点35分才去开，航向向东返，而且甲咱的船上近的距离敢若1海里。 以暗船方式企图隐蔽航机，避免被雷达侦获，不排除此举 为测试我海上勤务部署及机动应处等灰色地带洗脑操作等作为。海巡署表示，这几年中国海警船一直伫咱的东沙金门水域侵扰，1月底甚至宣布伫南海黄岩岛周边14个海空联合战备警船，因讲是对南海甲印太地区国家挑战。东沙岛作为重要战略位置，早期由海军陆战队负责驻防，后来防部散户海巡署，佮成立东沙指挥部，专家认为爱加大监控强军的建地。 西方智库的兵推其实都非常特别关注东沙的位置哦。也许我们现在不一定能常驻这个部队，因为我们现在陆战队它目前的角色比较都是在本岛进行这样做。那未来是不是说仍然要让它保留或恢复这样子的一个海上的这样子一个突击的能力？我觉得这是有必要。像或者是像可能建立一些快速的船舰，甚至可能包括像例如说这个某种程度像攻击直升机啊等等。 另外，根据国防部资料显示，初3到初4早起6点24点钟内，有4只的强机飞过中线，侵扰咱北部空域。国军共款用任务机南甲岸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记者综合报道。